希塔美德下載創造力。創造力係一種無限嘅力量，佢讓我哋能夠喺平凡嘅事物之中睇到不凡嘅可能。當我哋啟動創造力，我哋打破咗傳統嘅界限，讓我哋嘅思想自由流動，創造出新嘅世界同埋新嘅機會。創造力唔單止係喺藝術之中表現，亦都體現喺我哋點樣解決問題，點樣創新，點樣打開新嘅道路。創造力讓我哋能夠以全新嘅方式看待世界，揾到獨特嘅解決方案，並且帶嚟前所未有嘅成就。創造力就好似一道彩虹，佢讓我哋嘅生活充滿咗色彩同埋奇蹟。無論幾咁複雜嘅問題，創造力都能夠幫助我哋揾到出路，並且讓我哋以創新嘅方式成長同埋前進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創造力嘅定義，我知道有創造力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有創造力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有創造力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創造力嘅觀點，我知道有創造力係可能嘅，我知道有創造力係安全嘅。我有創造力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